今日开始来关心出名的食甲饱餐厅享享性忌店，传出那亲像食物中毒，因为人客食煞了后身体无爽快，而且人数继续在增加。集团内底也阁有血迹，享食天堂这餐厅。台北市卫生局昨昏有扩大稽查，发现有3间分店无够清气，要求业者1月11之前一定要改善。也若享享性忌店出代志了后，是互市府要求要停业，严格业者继续做生意。即马台北市政府决定冻罚业者300万。享享美丰性忌店出现疑似食物中毒风波，通报案继续增加，目前已经有32人。因为初次要求停业了后，业者迄一暗依然照常营业，卫生局冻罚300万，佮驳回复业申请。即卖享享出现状况，台北市卫生局设备也扩大检查，享饼集团以开品牌血迹。主打日式料理食甲饱的血迹性忌店，互卫生局查到零食区表面无清气，食食区设备无清气，甲制冰机后边也无清气，毋那安尼。港济集团讲是食甲饱霸做的享食天堂性忌店，被查到库房风扇无清气，经站电视冰箱内底边圈结霜无清气，沙西米下边篱笆也无清气。以上均要求于1月11日前改正完毕，其届复查如仍不符合规定，将依违反食安法第8条及第44条处6万到2亿元罚锾。卫生局要查，即马连台北市法制局拢派消保官到享享检查，要求享饼公司说明受害消费者补偿方案。这边也有要求，享饼公司必须积极的联系消费者，然后研议相关的方案来做妥适的处理，而且每周要回报北市府处理的状况。那另外，针对停止营业期间受到影响的定位消费者，享饼公司也表示，目前课正联系消费者来做修改定位或取消定位。如果消费者要取消定位，也会全额的退还定金，不另收取手续费。享饼集团是回应，享享美丰性忌店已经伫1月7日开始暂停营业，会全力配合卫生局完成应该负的查核程序，用同守护人客安心美好用餐体验。台北市卫生局甲法制局全部顶动，除了要查明是不是真是食物中毒案件，也要确保享饼集团负起相关企业的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